赶快到操场集合！同学们不要吵，周龙老师跟我们说过，我们做学生的职责是要好好的念书，好好的念书，大家不要放开。你在这胡说什么？同学们，操场集合！同学们，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再也不能沉默了。摆在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，是跟着国民党走呢，还是拥护共产党抗战到底？哎，同学们，现在的事情非常明显，我们用不着共产党，也用不着国民党，我们热爱的是自己的民族。同学们，我们是爱自己的民族，可是我们更爱我们的祖国。新四军是保卫祖国、坚决抗战的英雄，是我们的好兄弟。当他们把枪口对准了日本鬼子的时候，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，不去打日本，反而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，制造了血腥的板南事变。杨校长，你看看，这像什么话？这帮学生在闹学潮。我支持同学们的正义行动啊！同学们，我们坚决抗议国民党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，不允许国民党屠杀人民，不允许国民党制造内战，不允许国民党投降敌人。同学们，现在我宣布，同意同学们的正义要求，有请。我们不能过分相信盛世才的进步表示，他是个野心军阀，从来也不会忘记想做新疆的土皇帝，对他要提高警惕。一方面争取他进步，另一方面也不放松对他的斗争。他要倒退、闹分裂，我们就罢工罢课，反对他。哎，到了那时候，这些恐怕就不行了。盛世才的军队、警察还不镇压，怕什么呢？动武力的话，咱们就跟他闹革命。闹革命可不像演戏那么容易，革命的道路是艰巨的，有时候甚至要流血牺牲，才能换得千百万人的自由和幸福。杨叔叔，那你说盛世才为什么现在表示进步呢？现在的国际、国内的形势对他都不利，他还不敢呢。可是局势终究会有变化。正像杨校长所预料的，国民党匪帮发动了进攻皖南新四军的反共高潮之后，新疆统治者盛世才自然不甘落后，赶紧撕去进步的伪装，充当国民党反动派反共的急先锋，造成了新疆的严重局势。打开！快！妈的！走！下车！快上！马上上！上！上！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